春天时啊，真够大忙，这金门机场早起有先关起来一段时间，当地要到100名的高中生，因为爱坐这无人机来到台湾参加大学甄试，加在民意代表有去协调，这航空局下晡要加开专班，带先协助要考试的学生甲家长。那航空公司伫暗时也会加开无人机运送旅客。 早起金门航空站大厅，组织大批飞出去的旅客，受到无影响。机场透早被标关起来，能见度只有500公尺左右。八点外捌出现无线气开场，也毋过随后天气佫变差。一只由台北飞往金门的班机，也是无法度降落，驶了后佫飞登去松山机场。8点多有飞出去，然后在上空又会飞来，没办法下飞机。在广播说我们那个飞机被取消。 那取消了之后，我们想说那怎么办？我们打电话给旅行社，旅行社就叫我们不能回去，要在这里等候补。 这一天19位参加旅行团的旅客也因为班机取消伫机场等候。那这2天拄到未少大学进行甄试，金门当地大约有90个高中生飞来台湾。撮合天气拍乱形停，当地民代介入协调，航港局伫18下昼加开专班，由金门水头尾头出发，前往家己部地，优先转接考生甲家长。金门航空站伫下昼也开场，陆续消化旅客暗时也有加班机。另外，桃园机场1航站是发生跳电意外，受到开关保险丝 油灯跳脱，迄当时一只国泰航空班机当要进行登机，因为停电只会当接完。正好在登机的时间，那他有稍微延后一下开始开柜，让大家进去，确实是有对旅客造成一些不便。 机场公司第一时间启动，比万惠路供电13分钟完成复电作业。这摆停电影响单一航班旅客出入境查验，照明甲空调系统拢正常运作。机场公司向旅客会室内，搁要加强检修。